位伫北区中营路甲卡湾路，也来是原美国学校。伫109年，议员区里里甲立委陈廷辉分别向市府督发局甲中央营建署争取补助750万，将周边道路的人行道重新改造，配合宽快绿地景观，已经成为民众休闲行单的好所在。并且北区公所嘛将计划道路改成市集的走廊，以美国 America 音来合作阿嬷哩看市集，3月13正式开市。地方创生伫咱迄个黄市长上任了，就非常关心到咱这个各区的地方创生，那特别只是讲咱公所爱来把这个地方创生的工作做好，所以讲，阮就提出这个阿嬷市集的迄个创意吼。来希望讲，才变做一个咱的青创平台，互咱的少年人、咱的青农，甚至咱的新住民、原住民，咱在地阿嬷，来甲伊过去的手艺，咱即摆少年人的迄个创意摊位，拢会使伫遮做一个展现。所以讲，未来伫咧遮，咱嘛希望讲，这是一个平台，会当发挥到这个平台的效果，就是靠咱大家将咱的创意，将咱过去的记忆，拢会使伫这个平台来做一个展示，来做一个展现。这嘛真感谢咱国发会指导廷辉立委的关心。为向乡亲报告这项好消息，区长对来宣传，到时将有草地音乐会、有青农、有青年创业等这特色单位，以及阿嬷的四季面等古早味手作体验以外，会中电信里长甲职工嘛共同提出会拍伫古早衫架旧衫，用衫来抓日等趣味的社区导览。收集一些回收资源的循环经济的 T 恤。来做我们的那个遮阳的效果，所以我们突发奇想就做那个阿嬷你看的晒衣场，也谢谢这个工程首先要谢谢我们的北区的区长他帮我们要了这个经费来盖我们这边，现在乡亲都非常的满意，这边周遭有活化使用这样子。区长进一步强调，日后有意经营市集的单位，会当直接向公所提出申请，审查通过就当来摆摊。欢迎大家3月13先来到老热。阿嬷，你看市集1314，欢迎你，赞！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